关心性人道权的民间团体今仔日出来抗议，讲总统赖清德捌答应讲2040年过路人零死亡的目标。不过，台湾今年1月至8月过路人死亡的人数却颠倒比去年更较侪。民间团体是搁在呼吁政府得要来落实交通政策，保障过路人的安全。伊嘛打算伫咧17世界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来举办提倡交通安全的活动。 民众想要过马路，不过却无车让伊过，伊只好徛伫斑马线中间豆豆等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根据交通部的统计，敢若今年1月份至8月份，台湾就有228个过路人死亡。民间团体诉求政府应该重视过路人的交通安全，而且要比照欧美国家3档至5档，就要有登记教训班恢训的制度。 交通部目前是公告10月底将会开始有高风险驾驶人的回训制度，但是对其他的驾驶人却没有任何相关的规范，也就是所有其他没有被吊扣的驾驶人，他的驾照是可以一张使用终身的。但在世界各国，实际上先进国家的驾照它都是会有3到5年不等的回训制度。对此，交通部是回应讲，目前有针对70个岁以上的时段有认知功能、甲身体检载换照制度。另外，若是针对高危险族群，有提供第2驾照的制度，10月份就要实施。不过，若是像民间团体诉求的，一般民众嘛爱参加回训。交通部是表示，民众恐惊无法度接受。可以问一下一般的民众了哈，没有违规，他行为是正常，为什么要参加讲习？所以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概括推论，像国外也没有说要讲习这样的一个规定。 民间团体表示，总统赖清德要承诺2040要达到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民间团体打算伫礼拜11月17世界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这天举办守夜活动，当日嘛邀请3党立委到阵来参与，共同讨论行向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